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TT 日誌。今次我哋會嚟到紐西蘭北島懷卡托地區嘅 Bendigo Falls。呢條瀑布高55米，大概行25分鐘就可以由瀑布頂去到瀑布底。沿路仲會有4個觀景台，方便大家由唔同嘅角度去觀賞呢一條瀑布。依家我哋就嚟到第一個嘅觀景台，可以望到下面橋嗰個位就係瀑布嘅底。喺呢個觀景台要伸隻手出去先可以影到呢一個嘅景色㗎，大家要小心唔好跌咗個手機落去啊！我哋好快就嚟到第二個觀景台。根據現場展板嘅解說，瀑布最初係由玄武岩嘅懸崖頂貼住懸崖咁樣流落嚟嘅，後嚟經過風化同埋侵蝕，瀑布底下嘅玄武岩就變到越嚟越凹，就形成咗今日我哋見到嘅呢一個嘅景觀。住條步道繼續行，中間會有指示牌話俾你聽已經行咗一半。之後我哋嚟到第三個觀景台，呢個觀景台冇咁開揚，但係就可以喺水平嘅角度去觀賞呢一個瀑布。我哋繼續沿住梯級向落行。根據 AI 嘅資訊，呢度總共有133級。我哋又影相又拍片，慢慢行咗大概20分鐘，終於都嚟到瀑布嘅底部水潭。呢幅圖就講咗究竟呢個地勢係點樣形成。可以見到瀑布嘅水流好似新娘嘅白紗，所以呢度叫做 Bendigo Falls。瀑布周圍嘅玄武岩係火山活動嘅遺跡，毛利文化仲將呢度視為聖地，充滿靈性。我覺得紐西蘭喺對自然環境保育方面真係做得好好，特別係透過展板，我哋可以增加對自然環境嘅認識。雖然呢條步道好短，但係有啲梯級都會濕滑，所以行嘅時候要小心啊！喜歡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。我哋下個紐西蘭景點見。